歲月盲盒，揭秘千年禁忌百年教，遊走喺神法同地獄之間嘅終結地下帝國。隱然有一朵蓮花講起，想像一下，如果一個歷史發燒友穿越返去古代嘅茶館，只要喺上面擺低一個盲盒，打開少少，露出入面一朵用白紙折成、望落純潔無瑕嘅白蓮花，周圍嘅空氣一定會瞬間凝固。老細會嚇到面青，即刻閂埋大門，茶客會神色慌張，耷低頭放低錢就走。而幾分鐘之後，大批官差就會攞住鋼刀，將呢度圍到水不通。喺中國歷史嘅漫長夜空入面，百年教呢3個字係一個延續咗差唔多1000年嘅終極禁忌。佢就好似一隻匿喺歷史陰影入面嘅巨獸，每當一個朝代行到末路，天下大旱，民不聊生嘅時候，呢朵白蓮花就會喺血泊同硝煙入面悄悄然盛開。佢曾經幫過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亦都試過令乾隆皇帝喺晚年夜夜扎醒。佢曾經號稱可以令人都槍不入，驅使鬼神，亦都試過令無數最底層嘅老百姓甘願為佢頭顱灑熱血。呢個究竟是一個普度眾生嘅宗教組織，定係一個為咗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嘅邪惡邪教？佢係底層農民反抗暴政嘅唯一武器，定係野心家奪取權力嘅恐怖工具？今日就等我哋一齊打開呢個填滿血腥、神童反轉嘅歲月盲盒，穿越千年的迷霧，去窺探百年教不為人知嘅真實面目。第一章，百年初讚，由淨土中嘅純白種子到地下結石。要理解百年教，我哋務必要將時鐘撥返去公元1133年嘅南宋。嗰個係一個山河破碎、偏安一隅嘅時代。喺當時嘅江蘇山，有一位叫茅子元嘅僧人，佢本來係佛教淨土宗嘅弟子，但佢發現咗一個好殘酷嘅現實：傳統嘅佛教太過高大上啦。喺嗰個戰亂連連嘅年代，普通老百姓每日光是為咗生存就已經精疲力竭，邊度有時間去讀啲晦澀難懂嘅梵文佛經？邊度有銀兩去幫襯寺廟捐香火錢？更唔使講點得熬夜去參禪悟道啦。大師們喺高牆大院入面談完月廟，而高牆之外滿地都係餓死嘅死屍。茅子元心諗，難道窮人文盲就定無得救贖咩？於是佢做咗一個極具顛覆性嘅決定，將佛教徹底極簡化同平民化。佢創立咗一個新嘅派別，起名叫百年宗。茅子元嘅改革有3個核心大招，呢3大招直接奠定咗日後百年教風靡千年嘅底層登入密碼：極簡修行，唔需要出家，唔需要剃光頭，唔需要住入寺廟，只要你心中有佛，每日夜晚喺屋企面向西方，誠心誠意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你死咗之後就可以去西方極樂世界，喺屋企娶妻生子。傳統佛教講究斷絕七情六，但茅子元話，百年宗嘅信徒可以一邊過正常嘅家庭生活，一邊修行。呢點對於渴望家庭溫暖嘅普通農民嚟講，直頭係冇辦法抗拒嘅天音。茹素不殺，信徒們唔食肉唔飲酒，大家互稱師兄師弟，男女平等，不分貴賤。喺最初嘅幾十年入面，百年宗非但唔係咩邪教，反而係一個充滿溫情、互幫互助嘅民間慈善與互助組織。窮人聚埋一齊，日頭種地，夜晚念佛，遇到荒年仲可以開倉救濟。呢朵白蓮花喺南宋嘅底層社會開得非常純潔同安詳。然而歷史最諷刺嘅地方就係，當一個組織擁有了巨大嘅基數，佢嘅性質就定會被時代嘅狂風吹向不可控制嘅方向。隨住信徒越來越多，官府開始感到恐懼。喺古代統治者眼中，有任何唔對朝廷登記備案、私自大規模聚集嘅民間組織，都係潛在嘅造反炸彈。於是朝廷開始打壓，取締百年宗。茅子元本人甚至被流放到江西。
逼上梁山嘅定律喺宗教界同樣通用，當合法嘅路被封死，白蓮宗焗住轉入地下。喺黑暗嘅摸索中，佢同民間嘅巫術、道教，甚至由波斯傳入嘅摩尼教，即係大家熟知嘅明教，發生咗激烈嘅化學反應。純潔嘅白蓮花開始染上咗神而危險嘅血紅色。第2章，魔改密碼，彌勒下生同真空家鄉嘅末日心理學。轉入地下嘅白蓮教，如果想喺官府嘅嚴厲打壓下生存並壯大，單靠一句阿彌陀佛顯然已經唔夠用，佢需要一套更具震撼力、更能激發信徒狂熱信仰嘅新神學。於是白蓮教歷史上最著名嘅2大魔改教義誕生啦。呢2套理論簡直係古代心理戰同群眾煽動術嘅巔峰之作。核心密碼1：三際感應同彌勒下生。白蓮教吸收咗摩尼教嘅宇宙觀，將歷史分成了3個階段，叫做三際。過去青陽期由燃燈佛統治，嗰個係世界嘅童年；現在紅陽期有釋迦牟尼佛統治，呢個時候世界充滿咗苦難、混亂同罪惡；未來白陽期將會由彌勒佛統治，嗰個係一個無壓迫、無飢餓、黃金鋪地嘅天堂。呢套理論厲害喺邊度？佢直接將當時老百姓正在承受嘅苦難，例如高昂嘅稅收、貪官污吏、連年大旱全盤合理化。白蓮教嘅傳教者會靜雞雞同農民講：鄉親們，點解你哋過得咁慘？因為而家係紅陽期，釋迦牟尼佛嘅任期就快滿啦。呢個世界正在崩潰，但唔使驚，只要我哋一齊迎接白陽期，彌勒佛就會下凡拯救我哋，推翻呢個舊世界。呢點對於絕望中嘅底層百姓嚟講，唔係迷信，而係唯一嘅救命稻草。核心密碼2：無生老母，真空家鄉。去到明清時期，白蓮教又迎嚟咗一次神學上嘅重大升級，佢哋創造咗一位至高無上嘅女神，無生老母。喺白蓮教嘅神話入面，無生老母係宇宙嘅生母，佢創造咗人類。人類原本住喺美麗嘅天堂真空家鄉，但後來喺塵世間迷失咗，受盡苦難。魔生老母見到自己嘅仔女喺人間受苦，每日都喺度流眼淚，於是佢不斷派神仙下凡，並賜予旨，想將仔女們接返去真空家鄉。嗰句出名嘅8字真言「真空家鄉，無生老母」，變成了白蓮教延續幾百年嘅最高密碼。呢8個字對古代底層百姓嘅心理衝擊力係超乎想象嘅。喺古代，農民只係統治者眼中嘅草民或者交稅嘅數字，冇人會理佢哋嘅喜怒哀樂。但白蓮教話俾佢哋知，你唔係草民，你喺天上有一個至高無上嘅阿媽最養你，只要你加入我哋，你就揾到真正嘅屋企。呢種極致嘅情感歸屬感同末日救贖心理，令白蓮教具備咗恐怖嘅凝聚力。一旦信徒接受咗呢個設定，朝廷嘅法律、皇帝嘅威嚴，喺老母嘅召喚面前，全部都變得一文不值。第3章，真命天子定係首席專用工具人？朱元璋同白蓮教嘅恩怨情仇。提起白蓮教嘅實戰戰績，最輝煌嘅莫過於元朝末年嗰一場驚天大逆襲。公元14世紀中葉，大元帝國喺腐敗同天災之中搖搖欲墜，黃河缺口，瘟疫橫行。呢個時候，一個叫韓山童嘅白蓮教首領意識到改朝換代嘅時機到啦。佢聯合劉福通喺工地上埋下咗一個獨眼石人，背後刻住一行字：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當修河嘅民工挖到呢個石人嘅時候，全場震驚。韓山童即刻企出嚟大嗌：天下大亂，彌勒下生，明王出世。佢自稱係宋徽宗嘅8世孫，率領信徒點燃咗反抗元朝嘅第一把火。因為呢支軍隊頭戴紅巾，所以被稱為紅巾軍。而紅巾軍嘅核心骨幹幾乎清一色都係白蓮教同明教嘅狂熱信徒。
喺江淮大地上，無數走投無路嘅流民紛紛加入，呢入面就有一個喺黃覺寺做過和尚、做過乞衣嘅後生仔朱元璋。朱元璋加入了紅巾軍郭子興嘅部隊，而郭子興嘅部隊喺名義上都要聽從韓山童個仔自稱小明王嘅韓林兒指揮。換句話講，大明帝國嘅開國皇帝朱元璋喺起家嘅時候，其實係百年教大軍入面嘅一名高級將領。歷史喺呢度展現咗佢最冷酷嘅一面。朱元璋係一個絕頂聰明嘅政治家，佢好清楚百年教嘅狂熱教義喺造反嘅時候係無堅不摧嘅神兵利器，但一旦用佢嚟治理國家，嗰度就會係一場災難。一個日日諗住末日降臨、神仙下凡嘅社會，係無辦法建立到穩定秩序嘅。隨住朱元璋嘅勢力越來越大，他開始專登同百年教拉開距離。公元1366年，小明王韓林兒喺朱元璋嘅安排下搭船轉移，途中隻船詭異地漏水沉沒，小明王遇溺身亡。呢個百年教名義上嘅最高領袖就咁神秘地退出了歷史舞台。2年之後，朱元璋喺應天府稱帝，國號明。關於大明呢個國號嘅由來，歷史學家到今日都仲緊。有一種極具說服力嘅觀點認為，朱元璋之所以定國號為明，就是為了迎合當初紅巾軍同百年教信徒心中明王出世嘅預言，借此嚟收買人心。然而一坐上張龍椅，朱元璋即刻翻臉。佢喺大明律入面親自頒布咗極其嚴苛嘅法令，凡施無邪術、書寫符咒、煽惑人民30人以上者斬，其中百年社、明尊教、明教、白雲宗等名字被白紙黑字列為國家第一批取締嘅非法組織。昔日嘅戰友一整晚之間變成了帝國最危險嘅通緝犯。朱元璋用百年教嘅血鋪就咗皇位，隨後便試圖將呢朵白蓮花徹底連根拔起。第4章妖術、叛亂同紫禁城嘅血色驚魂。大明嘅鐵腕鎮壓並無成功消滅百年教，相反喺接落嚟嘅幾百年入面，百年教演化出了無數嘅分支，聞香教、八卦教、天理教、黃楊教，佢哋就好似癌細胞一樣，潛伏喺中國社會嘅最底層，換個名繼續野蠻生長。而且轉入更深地下嘅百年教，佢嘅手段變得越來越神奇幻，甚至帶有一種魔幻現實主義嘅色彩。喺明清兩代嘅官方檔案入面，百年教往往同兩種恐怖嘅形象綁定埋一齊：造反同妖術。一、永樂年間嘅大明女劍仙唐初儀。朱元璋死咗無幾耐，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取皇位，為了起北京城同大運河，朝廷喺山東一帶大肆徵調民夫，搞到百姓苦不堪言。公元1420年，山東女青年唐初儀行上咗歷史舞台。傳說唐初儀喺老公死咗之後，喺山谷入面偶然發現咗一個石盒子，入面裝住一本百年兵法同一把神劍。佢通曉咗法術，可以剪紙成兵，呼風喚雨。佢自稱佛母，率領數萬農民起義，竟然連續擊敗咗前來圍剿嘅大明正規軍。朱棣大怒，派出經營精鋭，才最終平定咗呢場叛亂。但神奇嘅係，喺破城之日，唐初儀竟然喺一眾官兵嘅眼皮底下一陣煙咁神秘消失咗。為了捉到呢個佛母，朱棣下令將全國上下所有嘅尼姑、女道士全部逮捕，剃光晒頭髮送去北京嚴審，前後牽連咗數萬人。但直到朱棣死嗰日，唐初儀依然下落不明，變成了大明歷史上嘅一樁千古懸案。二、嘉慶年間嘅刺客信條，天理教夜襲紫禁城。如果話唐初儀只係喺地方上搞事，咁去到清朝，百年教嘅分支天理教則上演咗一場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嘅紫禁城斬首行動。嗰個係公元1813年，
嘉慶18年嘅9月，天理教首領林清策劃咗一場極其大膽嘅刺殺計劃。佢買通咗紫禁城入面嘅幾名太監，由太監做導遊，帶領大約200名天理教徒，化妝成買刺嘅商販，將武器收埋喺籃入面，運進了北京城。9月15日中午，喺內應太監嘅接應下，呢群刺客手持短刀同白旗，突然發難，竟然一路衝過了東華門同西華門，直接殺入咗皇宮大內。當時嘉慶皇帝正在去緊熱河避暑山莊嘅路上，唔喺宮入面。皇宮入面亂成一團，宮裏太監周圍狂奔，呢群刺客甚至一度衝到皇帝住嘅養心殿附近，試圖翻牆入後宮。關鍵時刻，留喺宮入面嘅皇次子文寧，即係後來嘅道光皇帝，展現出超乎常人嘅冷靜。佢攞起防身用嘅鳥铳、火槍，親自爬上牆瞭望，開槍擊斃咗2名正準備翻牆嘅天理教徒，穩住咗陣腳。隨後大批清軍大內侍衛同火器營趕到，才將呢群刺客全部殲滅。呢場史稱癸酉之變嘅事件，令大清朝廷丟盡了面子。嘉慶皇帝喺收到消息之後，震驚到連寫咗幾道罪己詔，驚呼呢個係漢、唐、宋、明未有之事，直言大清帝國嘅內部已經腐爛到透。200個武裝農民喺幾個太監嘅帶領下，差啲就將大清朝嘅權力中樞一鍋端。白蓮教嘅滲透能力同亡命精神自此達到了頂峰。第5章硬核解密白蓮教嘅黑科技同江湖騙術。喺無數嘅民間傳說同影視作品入面，例如黃飛鴻系列電影，白蓮教徒總係念住咒語，飲下符水，然後就可以迎住洋人嘅洋槍洋炮衝鋒，號稱刀槍不入。呢個究竟係點一回事？難道世界上真係有超自然力量，定係白蓮教掌握咗某種神秘嘅黑科技？透過歷史嘅盲盒，我哋用現代科學同心理學嘅眼光去拆解，就會發現呢個背後其實係一套極其精密嘅江湖騙術、心理暗示同藥物控制。騙術1：神奇嘅刀槍不入魔術。白蓮教喺招募信徒嘅時候，首領往往會當眾表演神功護體。例如，首領會叫一個弟子企喺台上面，用鋒利嘅菜刀用力斬佢個肚，或者用火槍對住佢開槍。結果弟子毫髮無損，連件衫都冇爛。台下嘅農民一睇，紛紛跪低頂禮膜拜。真相拆解，呢個其實係古代嘅大型幻術。斬刀嘅秘密都確實係真嘅，但在斬落去嘅一瞬間，表演者使用的是一種劃刀嘅技巧，力量喺接觸肌膚嘅那被化解咗，或者刀刃一早經過咗微小嘅打磨，角度唔對就冇辦法切開皮膚。火槍嘅秘密，當時嘅火槍全部都係黑火藥前裝槍，首領喺裝填彈藥嘅時候，靜雞雞做咗手腳，淨係裝咗火藥，冇裝原彈，或者原彈係用碳粉同黏土捏成嘅假彈，一出槍膛就碎成了粉末。騙術2：精神藥物與集體催眠。如果單純係魔術，去到戰場上，真嘅子彈打過嚟，個騙局唔係當場拆穿咩？點解信徒們仲敢迎住槍林彈雨向前衝？呢個就涉及到了白蓮教嘅藥物與精神控制。喺起事之前，白蓮教首領會叫信徒們集體跪拜無生老母嘅神像。喺昏暗、密閉、充滿香火煙霧嘅環境入面，反覆高頻率地帶嗌真空家鄉、無生老母嘅口號。呢種環境極之容易引發集體催眠狀態，令到人嘅大腦失去理智，陷入極度亢奮。更黑暗嘅係，符水入面往往被靜雞雞加入咗植物性精神藥物，例如曼陀羅花粉、大麻或者某些致幻菇類。呢啲藥物進入人體之後，會帶嚟2個致命嘅副作用：痛覺喪失，人體在中樞神經被麻嘅情況下，對疼痛嘅敏感度大大降低。
喺戰場上，信徒就算中咗流彈，只要唔係傷到要害，佢可能短時間內根本感知唔到痛，仲可以繼續向前衝殺。呢個喺敵人眼中睇落去就好似係刀槍不入嘅神仙。幻覺與狂熱，藥物令信徒喺大腦中見到無生老母喺金光之中對住佢哋微笑，見到天堂嘅大門已經打開。喺呢種極致嘅宗教狂熱同藥物催眠下，人類對死亡嘅本能恐懼被徹底抹殺咗。佢哋唔係神仙，佢哋只係一群被藥物同大話剝奪咗理智嘅可憐嘅肉體盾牌。第6章大結局，白蓮花嘅落幕同歷史嘅終極反思。公元1796年，即係乾隆皇帝剛將皇位禪讓給嘉慶皇帝嘅嗰一年，中國爆發咗歷史上規模最大，亦係最後一次嘅白蓮教大起義。呢場起義席捲了川、楚、陝、金、豫5省，歷時9年之久。呢個時候嘅大清帝國，表面上係康乾盛世嘅餘暉，實際上底層社會一早因為人口爆炸、土地兼同嚴重的貪腐，例如和珅專權，而民怨沸騰。白蓮教再一次把握住呢個機會，提出了官逼民反嘅口號，數十萬農民揭竿而起。為了平定呢場叛亂，清朝朝廷付出了慘痛嘅代價，財政崩潰，清廷前後投入了2億2百銀。要知道，當時大清朝一年的財政收入都係得幾千萬兩。呢一戰直接將盛世累積落嚟嘅國庫給徹底掏空，軍事神話破滅，清朝引以為傲嘅八旗軍同綠營兵喺白蓮教嘅游擊戰術面前被打破頭，潰不成軍。朝廷谷住要允許地方地主建立團練、私人武裝嚟協助維穩。呢個直接導致了清朝中央集權嘅削弱，將領凋零。清廷前後戰死了數十位高級將領，包括1、2品嘅大員。雖然呢場起義最終喺1804年被殘酷地鎮壓咗落去，但大清帝國嘅元氣已經徹底傷透。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川楚白蓮教大起義係大清帝國由盛轉衰嘅終極分水嶺。由嗰陣時開始，呢朵開咗差唔多1000年嘅白蓮花，漸漸喺歷史嘅舞台上暗淡咗落去。隨住西方列強用大炮轟開中國嘅大門，新潮嘅思想、更現代嘅組織形式傳入中國，古老嘅白蓮教教義顯得合時宜、落後。去到清朝末年，白蓮教殘存嘅分子同理念，最終融入了另一個更陰為人知嘅民間組織義和團。結語：盲盒關閉，歷史嘅鏡子。今日我哋呢個關於白蓮教嘅歲月盲盒就要閂埋啦。當我哋重新審視呢段驚心動魄嘅歷史，我哋應該點樣幫白蓮教下一個定義？如果佢純粹係個邪教，點解喺長達1000年的時間入面，會有無數老實本分嘅農民甘願為佢去死？如果佢是一個進步嘅反抗組織，點解佢嘅手段充滿咗殘忍嘅騙局、愚昧嘅迷信同對信徒瘋狂嘅精神控制？或者真正嘅答案並唔喺宗教本身，而係在於佢所植根嘅土壤。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當一個朝代行向末期，底層嘅農民往往處於一種絕對孤立嘅狀態，佢哋無發言權、無社會保障。當天災人禍臨頭嘅時候，等緊佢哋嘅只有默默餓死。而白蓮教就好似是一個在黑暗中開張嘅地下互助與復仇俱樂部，佢利用咗人性的弱點、迷信、恐懼、貪婪，但同時亦都滿足咗人性的剛需、陪伴、尊嚴、救贖。佢用荒誕嘅大話包裹住底層人民最點地樸素嘅願望，想食飽飯，想活得似反個人。白蓮教唔係動亂嘅根源，佢只係動亂嘅溫度計。當一個朝代嘅統治者令百姓活唔落去嘅時候，就算無白蓮教，亦都會有紅蓮教、黑蓮教企出嚟。那朵喺血泊中盛開嘅白蓮花，
其實係古代底層社會喺絕望中向嗰個不公義嘅時代投射出嘅一道扭曲、瘋狂卻又無比真實嘅倒影。多謝你同歲月盲盒一齊解密呢段歷史。